走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欢迎收听6月24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69到70篇，与鉴察全知的主有关。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是一位什么样的主呢？我们与这样的主有关系吗？一艘小船停在岸边搁浅，船主张三在海滩上焦急地抓头，看来看去，走来走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出使船重新入水的方法。而最糟糕的事发生了，你猜到了吗？就是要到了退潮的时候，这让问题变得更麻烦了。同样是他的好伙伴李四，这时候却是坐在一旁，一派轻松，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张三这时候就问他说，我们当然也可以想象他那时候的态度会是什么。他说，你难道一点都不着急吗？李四回答他，不用紧张，我正在等待潮水涨回来，到时候船就可以轻松的再次进入水中。当人知道原来这潮水退潮涨潮有它的时候，人就知道如何让船再次轻松的进入水中。人若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位鉴察人心、全知全在全能的主，那我们就会像今天的诗人一样，能够打开心门，能够放心交托，能够就像我们所知道的这位主，知道要来赞美我们的主。诗人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在那急迫中，在那个今天2首诗篇一开始都说一样的话，上帝啊，求你救我。什么样的情况会一开口就是求救呢？我想在生活当中会一开口就求救，代表这件事是很紧急的，是很必要的，是很需要他人帮助的。而在这样的境况中，诗人在诗篇里面却是这样祷告。诗篇69篇13节 RPG 祷告的经文说，上主啊，赐予我，我要向你祈求。上帝啊，因着你永恒的大爱，因着你应许要拯救，求你照你所定的时间应答我。这是一个很紧急的时间呢，这是一个很需要被救援的时间，但是我们竟然在经文上面看到了一个这样的话，说因着你应许要拯救，求你照你所定的时间应答我。他不是说神我命令你要来救我，你不是说你是救我，所以你应该要救我，而是说主啊，求你照你的时间，因为人所知的有限，就像诗人在今天的经文所分享的，他现在是一个很危急的时刻，他救不了他自己，他甚至站立不稳，要被淹没，喉咙这样子的很焦干很干渴仰望上帝的帮助到一个眼花缭乱眼睛昏花的境况中，但是他仍然相信主应许要拯救，会照他的时间，因为他知道我是有限的人，然而主，你是鉴察人心的主，你知道我心里的意念，你知道现在环境对我的逼迫、恶待、误解，甚至攻击、迫害，
然而在这样的境况中，主啊，恳求主你来救我，这个时候就来帮助我。帮助我是改变环境吗？帮助我是改变心境吗？在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他说到的是，主啊，帮助我，让人不因为我信靠你而蒙羞，让人不因为我敬拜你而受辱。就是主啊，你必在我生命当中，我信靠你，遵行你的话语，主，你必不致让我羞愧，因为主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你是按着你的应许来带领我的主，你是与我同行同在的主。所以诗人当他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最后我们看见的是赞美，我们最后看见的是颂赞，我们最后看见的是诗人被带到一个视野，是他不再专注自己的被迫害，而是愿天和地都来颂赞上帝，还跟其中一切的生物都来颂赞主，因为主是拯救的主，主是要带领他的子民能够安居住在那地，拥有那地的主。而且还讲不仅是主这个他的子民哦，他还讲到连仆人的后裔也要承继那块地。这仆人讲的可能是诗人，这仆人讲的可能就是主的子民，就是你跟我。他说爱慕主的人将要住在那里，就是住在有上主保护的地方，就是住在上主应许要应验的地方。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其实这两篇诗歌都是哀歌，哀歌就是在那个困苦跟伤痛当中，就好像我们正在哭，向上主来发出那个悲哀，向上主来呼求援助，向上主来诉说那个悲伤的心情，这样的一首诗歌。而这首诗歌更特别的是，它被称为是弥赛亚的先知预言诗，因为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经历的在这里好像是在预言一样，说到会有一个人，他就是这样无辜受害，他被他亲友来抛弃，他受到控告甚至不公义的迫害，到一个程度是几乎要死。但我们更知道的是，真实当弥赛亚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不仅是受到这些迫害不公义的对待，他更是真的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而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走到这里，那当然我们今天没有盼望。他不是只有死在十字架上，他更是死透了，然后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见，不论今天人的痛苦有多大，我们的伤痛有多大，我们在主的里面，当我们与这位鉴察人心、全知全在全能的主有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像同样经历到被人迫害、苦待，甚至要死了的诗人他所经历到的，在这样的境况中，仍然有盼望来向这位上主献上感恩，来向这位上主献上颂赞，因为他不是只有看到他自己，他更是看到主带领他，与他同行，在那个知道的关系里面，带领他一步一步一步的看见人没办法赢过上帝，上帝有他的时机跟主权，上帝也按着他的公义要审判，所以他其实也有讲到他希望就是这些人他们能够在他们的宴席中促成他们的灭亡，然后希望他们的喜庆中他们没落，希望他们看不见，希望他们的腰酸背痛。我们也看见诗人真实的心情，
他希望仇敌能够经历到这些事情，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上帝的主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真的心里很苦的时候，你可以像这位诗人一样向主来祷告。然而不仅是向主来祷告，更在祷告之后要求主与我们同行，也就是我们又活出了上主他话语中的那个心意，话语中的那个真理，按着那样真理去行。上主与你同行，恳求主让我们有智慧。所以当我们默想在被误解，你可能正在被误解，正在被恶待，或是你过去有这样的经验，诗人透过今天的诗篇让我们知道了如何依靠上主来度过。那个知道是我们要求主与我们同行，然后祷告之后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上主加添你力量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的心情那很苦，甚至我们没有话语说出那个苦的心情。主啊，你早就透过诗人记载在圣经当中，让我们今天读来，主啊，我们的苦好像也被说出来了，我们希望那恶人的结果好像也被说出来了。主啊，我们恳求那公义的对待好像也被说出来了。主，谢谢你带领我们透过这个诗篇的祷告的颂赞，主，你让我们看见我们不仅是被主你同理，我们更是在这里面被主来鉴察。主，若是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遭遇这些不幸，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有能力与主来同行，进而能够改变这样的困境。但如果主我们是无辜受害的人，我们也恳求主你的公义临到我们生命当中，但我们要求主是按着你的时间来应答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在你的主权里有最适合的时间，因为你是全知的主，你的心意是要每一个人都经历到你的爱，都有机会被主来拯救。恳求主也使我们的生命在这当中成为那见证主你拯救的管道，带领我们这个社会，带领我们身边的人，不仅是我自己，更是我们一起来经历到主你的同在，你的同行，使我们真知道你。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与主来对话，再次来思想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主赐福你，在今天的生活中活出那个知道你的主，也要带领你来知道他。我是思倩牧师，我们明天见。